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破牧师。今天3月7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面对危机时的勇气和信心。我们要读以斯帖记第4章1到17节。我们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。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，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诗篇46篇第1节。在现代社会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在面对危机时展现出非凡的勇气，还有信心。例如呢，在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，全球各地的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投入到抗疫的第一线，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英雄。同时，许多志愿者和义工也积极投入到疫情防疫的工作当中，为了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。当面对危机的时候，勇气和信心是我们克服困难、迎接挑战、创造改变的关键。所以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危机，只要我们倚靠上帝，保持勇气和信心，就能够来突破困境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。以斯帖记第4章，他记述了末底改告诉以斯帖王后哈曼的阴谋，要杀害所有的犹太人，以及以斯帖面对危机的时候所要表现出来的勇气和信心。然后在这段经文的故事当中，我们可以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启示，帮助我们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保持勇气，还有我们的信心。首先我们要来看这个危机是不可避免的，就是对于犹太人来说，那个必死的日子已经定了，王的命令没有办法更改。有时候我们无法预测或是避免所有的危机，但是我们可以为它来做好准备。我们知道离12月13号大概他们抽签完有11个月，他们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危机。所以我们如何保持冷静和理性呢？在以斯帖的故事当中，当末底改告诉以斯帖哈曼的阴谋，以斯帖回复末底改和就是他和王那个时候关系没有很亲密，要见王是有很大的困难但是末底改他就提醒以斯帖，不要把自己的特殊身份当成偶然，当成是自己的特权，而要思考上帝在自己的身上的托付。经过他冷静分析了整个局势，以斯帖他决定采取行动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，勇气和信心是面对危机的关键。当以斯帖面临着极大的危险，他没有退缩，而是最后决定冒死来觐见国王，站出来为自己和同胞来发声。我们知道这个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和信心。他知道此去必死的，除非王伸出金杖，
此时他就对末底改说：好，你去召集所有在书珊城所有的犹太人，为他要冒死觐见王，来同心禁食代祷，表示在面对艰难的时候对神的信靠和求助。没有路了就祷告吧。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面对危机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寻求帮助和资源。他不是独自去面对，好啊，我就去见王，死就死吧，而是说，来，大家一起来祷告，你们为我所望祷告，禁食3天3夜，不吃不喝哦。所以在以斯帖的故事当中，以斯帖不是独自去面对他自己的危机，或者是所有人危机，就好像我们在面对自己的关键危机的时候，你不是自己独自在承受，所以他向末底改来呼召，得到他的资源和帮助。同样，我们在现代社会当中，当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向上帝还有周遭的人来求助，得到他们的资源和帮助，就说来帮助我，来一起祷告。总之，我们看到以斯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面对危机的时候，勇气和信心非常重要。我们需要冷静勇敢地面对危机，也借着分享呼召我们的同伴、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或是透过小组为你代祷。透过这个祷告，我们依靠上帝，透过祷告让更多人为我们守望，寻求他们的资源帮助。在这样的信仰和希望的基础上面，我们看到以斯帖他经历了上帝的保守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代祷，来克服我们所面对的困难，迎接我们所要面对的挑战，才能够经历更美好的未来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正面临着你的危机，还有你的困境，起来禁食祷告吧，呼叫你的属灵同伴，你的小组员，一起来祷告吧。相信慈爱的上帝，他必赐给你信心与勇气，来胜过你所面对的艰难。我来默想，如果你面对一个需要冒着风险，为了公义和真理发生的局面，你会如何回应？从以斯帖和末底改的例子当中，弟兄姐妹，你学到了什么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一直以来的保守和眷顾。在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感到无助和害怕，但是我们知道您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和帮助。求你赐给我们勇气和信心，好让我们可以稳定来面对一切。亲爱的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保持冷静和清晰的思维，让我们能够看见您的旨意，并愿意遵从您的引导，不管情况如何。求你保护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不受恐惧和焦虑的捆锁。求你在我们面对危难的时刻，让我们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力量，能够胜过我们眼前的艰难，而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，好彰显你恩典及大能。我们这样同心合的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。我是尤波牧师，
祝福您平安、喜乐、健康、蒙福。让我们一起祷告吧，让我们一起经历上帝的作为吧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